高血壓係中風及心臟病主要嘅成因之一，所以只要將血壓維持喺收縮壓130同埋舒張壓80毫米嘅正常範圍入邊，就可以減少疾病發生嘅機會。保持體內動脈通暢，避免中風同埋心血管疾病。建議控制低密度膽固醇，唔會瞓升100毫克以下。而冠心病缺血、中風病患標準為每份升70毫克以下。建議 BMI 控制喺25以下。成年男性要為90公分，而女性就係80公分為標準，超過就係屬於腹部肥胖。每週達150分鐘嘅中高強度活動量，即係每星期需要做3次運動，每節30到50分鐘以上，例如快走慢跑都可以。最後有病最好梗係睇醫生啦。